演上线之前呢，好，那是本头的嘛，姑姑啦，咪形动词的字根，让大家能够熟悉。我们等一下要使用的字根，这个字在能，这个都上冷叶，这个多路炸鸡药，这个是八南南。这个里在，这个嫩杂六，这个比度萨拉玛，这个巴路，这个希望打告，这个木的理说，这个沙包子在上啊，这个沙包子上阿鲁，这个沙包子路发炸，这个沙包是八叽叽，这个沙包里嘛阿西克，好，最后一个谁过来都好，嘎拉，还马西拜多努马过过呢，咪形动词好，然后呢，我们要使用这些动词来造我们的句子。好，依然努都好，因为我们今天依然是主题课程是时间单位时态的描述。我们上课的内容就是使用简单生活化，希望大家都能一起上线，好，用主语对话练习。好，第一声努米达古，再教努米达号，然后我们要练习书写，就在讯息栏那边写上你的句子，写完了，然后你就自己念你自己写的句子。好，一句主语，一句中文翻译。好，你萨达帮助给他用。那我们上次呢是问句问地点。那我们已经上到了进行式，就是这个18套一定以第4题。我们今天从进行式这里开始练习。中文，妈妈现在正在哪里拿菜？妈妈现在正在哪里拿菜？主语，伊做爱吉伊那阿米阿拉杜拉登伊马蒂尼。伊做爱意思就是正在哪里 ，ay 这个爱就是正的意思哈。吉伊那妈妈阿米阿拉就是拿菜，阿米阿拉拿杜拉登是拿菜的意思。伊马蒂尼现在，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到进行式这一句哦。伊做爱吉伊那啊米阿拉杜拉登伊马蒂尼。妈妈现在正在哪里拿菜？好，米阿拉是我们的范例号，我们要把阿拉改成刚刚我们上面这些动词字根哦。你可以把阿拉改成米阿索旁。现在开始，因为之前大家都学过了，所以呢，我们就进行到这一句做练习。如果写完的，学员或者是师长呢，就把你的句子上传到讯息栏这边。
来做练习。好，就在第4句这个句子，你做埃及伊那啊，米阿拉多拉登伊马蒂尼啊，这个是进行式。那我们可以把米阿拉改成别的咪形动词啊，也可以说一做埃及妈妈啊，米阿索多发挥伊马蒂尼啊。爸爸现在正在哪里猎山猪呢？你可以一句问句，也可以再写下一句。伊鲁多克吉妈妈啊，米阿拉米阿洛多发挥。爸爸在山上打猎，好，类似这样的句子。那我们看一下啊，如果有写完的老师呢，也可以上传。好，米娜南杜吉达米迪利。把米阿拉，我们可以改成米能能，或者是你知道的咪形动词都可以。好，伊马蒂尼你可以改成阿尼尼，伊马蒂尼我们可以写成阿尼尼。好，你做埃及伊那阿米阿拉杜拉登伊马蒂尼。好，好了，你改成别的咪形动词，因为这一句是我们的范例。你做埃正在哪里？好，那么还有该多好，可以上传到我们的讯息栏这边。我好像看到了。舒贤，你写完老师，了吗？我还没好，等一哎，下。可以慢慢来。好，我们的时间很够。如果说你不会书写，你也可以用口说的。因为我们进行式当下的动作，当下伊马蒂尼，此刻，我们可以改成阿尼尼，现在或者是今天。我们要做练习哦。希望线上的萨利嘎嘎多练习阿嘎嘎乌罗，因为我们的主语要多说，多练习，慢慢的就会累积经验。而且现在已经9月了，10、11、12月，如果有人要参加主语认证，好，时间也是很紧凑。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多多的练习。马娜娜马娜娜都好，就很自然了。好，那苏贤的还在写。好，那我们看到了智慧，你好，智慧，老师，老师，嗨，我也那个了，手慢慢的，太快了，用手而且机打好难打。来都，好，再打一找次。到了给再打一次。哦，这用手那机好慢慢的，慢麻烦啊。慢的给他。我有时候上其他主语老师的课程呢，我也是用手机又要戴眼镜，其他嘛答案都好，那个手也是按不出来。没关系哈，如果还没有完成，你可以跟我说。刚好，稍等一下，我们要写对的句子。好，你好了再跟我说哦。如果线上的不是很会，可以看前面2位的学员哈，他们会写自己的
句子，然后你可以做参考。因为之前大家都常常上线哈，都已经很了解了要怎么写。好，苏贤，马了该读。哎，来，Itua ai kuwawa ni Panay misalama imatini。Panay 的小孩现在正在哪里玩？Ibi untuan jingla misalama imatini。他现在在运动场玩。哎，来一起苏贤，很好。能大过你苏贤。Itua ai kuwawa ni Panay misalama imatini。哦，奈的小孩现在正在哪里玩？下一句是写说，Ibi untuan jingla misalama imatini。他现在正在，他现在在运动场玩。好，我们运动场是比温度暗好，比温度暗好。金拉就是他好米萨拉玛伊马蒂尼，伊马蒂尼就是现在的意思。好，书写越来越棒了哈，念的也非常的标准。好，谢谢我们的书贤。好。好啦，都还，而且念得又很顺。我记得苏贤刚开始也是念的时候卡卡的，他也是很努力、很努力的练习，几乎每天都在练习。好，苏贤，希望今年能够继续的考高级。嗨，你好，我们还在改好哦。看到 Alice 苏好，Alice 你好，马老多努马还有姑姑努信息，秘书，还有还请信息。说。一组埃及那么米比比多嘎摩劳或者是嘎鲁猫伊马蒂尼以阿拉巴万嘎是埃国嘎鲁猫努阿拉巴万阿莫现在正在哪里摘柚子？在太原，太原的柚子很好吃。哦，好，阿赖及艾利森，好，念得很好。你这边写嘎姆绕是柚子嘛？哈，嗯，可还有一个是太原那边是嘎讲鲁帽。嘎鲁猫，对，哦，还有一种说法是嘎路，好，嘎洛。嗯，哦，好，嘎，有的地方讲，我们那边是讲嘎姆绕，跟你一样哈。好，我们看一下你的句子，能头一答。Itu aiji namo mipit-pitu kamurau 或是 garumau imadini 那么现在正在哪里摘柚子？以阿拉巴湾 kasoaiku garumau nu 阿拉巴湾太原部落，然后就是说在太原的柚子很好吃。好，这个就是嘎乳帽是太原的说法，确实吗？我们通常都对讲嘎母绕。对可是那嗯，边就是 O 跟 A 就变成相反这样，前后相，真的哦，对不对？嘎乳帽你问过了吗？因为那边真的种很多柚子，然后我们上对，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讲说啊，我们这边是讲嘎鲁茂这样，真的哦，真的真的，太远，你有去过太远了？我以前在那边当替代役啊，哦，原在来这样。那个碧珠沙对，滩，可是我很少听到嘎乳帽呢，确实吗？还是真他的真的跟你开玩笑？哦，没有开玩笑，我们上课都会写笔记啊，哦，真的好，很好，真的真的，谢谢。哦，嘎姆绕是我们常常说的，好，我们也可以学到嘎鲁帽，好，柚子的意思。还有别的地方讲嘎若是吗？不知道苏贤知不知道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查一下字典，有的地方都讲的不同哈。好，谢谢我们的 Alice。好，嘎如帽或者嘎姆绕都是柚子，刚好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哈，下个礼拜就是连假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嘎姆绕就很好吃喽。嘎若对，苏贤查到了来一起苏贤呢，嘎若对柚子。好像是
光复这边的说法哈。那嘎若，我们台东的我忘了，一时忘记。我们台东的也有另外一个说法，但是我时常讲嘎姆绕哈，嘎姆绕比较好记，因为很少讲其他的，像嘎若，嘎若就很少说，所以会马巴万多。好，谢谢。好，线上的加油哦！是责任的米达号，就是根据这个进行式这个第4句都好。はい、智慧。Maaraw to no magugo no miso. Malagay to. 嗨，はい。好嘞，好，我要念了。はい。Itua ay cimarang amitala tu irang ningra imatini. I 7-Eleven cingra amitala tu irang ningra imatini. 马让现在正在哪里等他的朋友？他现在正在 7-Eleven 等他的朋友。はい。很好啊。马来及智慧啊。老师，刚刚的柚子，我们部落是讲 wirok。哦，对 ，wirok 可以写一下哈，给大家做个参考。很多人在线上也会做笔记。好，迪丽真好智慧，好，谢谢。wirok 对，还有这个说法。好，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米达古尼智慧啊。好像是榕树哎。对对对，我们对对对，台东是讲说嘎摩绕是榕树，的确。然后他们讲那个嘎摩绕啊，柚子，他们讲嘎若或者是尾肉，你刚刚说的，对，蛮耐，不管哪一种说法，就是柚子。好，我们可以多学习。那咱们的米达古囊来着叫尾肉，我们到哪里都知道都是柚子。好，能大个糯米说爱句子好，给大家参考一下。一座埃及马让米达拉杜伊康宁拉伊马蒂尼。好，马让现在正在哪里等他的朋友？好，以 7-Eleven 金拉米达拉杜伊康宁拉伊马蒂尼。好，他现在正在 7-Eleven 等他的朋友。好。谢谢我们的智慧好，智慧你们那边讲为 logo， 都干木绕，对哈，好，马达马都给了，如果有人会写为 logo， 也可以帮忙写一下哈，大家都学习不同的说法。好，还有句子的话可以写上来哟，你然后你还想再写的话，你可以继续的写好。还有其他的吗？挪威对，依然都有。如果还继续的想也没关系，你可以跟我说这是上一句的都没有关系哈。答的对，就记得上传。好，我们接下来在第4句都有，现在完成式。妈妈直到现在还在哪里拿菜？伊做爱好吉伊那米阿拉杜拉登达哈阿尼尼。伊做爱好还在哪里？吉伊那妈妈米阿拉杜拉登达哈阿尼尼达哈阿尼尼就是直到现在。妈妈直到现在还在哪里拿菜？一样哦，我们把米阿拉这个范例我们要改成其他的咪形动词。好，阿里海古拉咪形动词，我们可以多多的来使用做练习。好，米纳南吉达米法利斯多单字，好，法利真米达古拉阿拉，我们改成其他的咪形动词。好，刚刚智慧写了，看嘎木绕，对。嘎木绕也可以称为榕树榕树哈，也可以说柚子，因为不知道以前我们的祖先说的讲的都不一样哈，有时候我们会讲围肉，有时候会讲嘎木绕，就是柚子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智慧哈。
如果还有其他的说法也可以哦。比如说柚子，看有的部落也是会有不同的说法，也可以做分享。还马劳多努马姑姑尼，金英啊，金英老师，第阿西本阿瓦古中文，等下再补也没关系哈，因为我们要写句子，一个句子还要写上中文对照，能不能看好？谁的我来不及线上的麦写中克风？文啦。那就用念的。好，伊怎爱一因那阿米达拉杜巴里丁伊马蒂尼伊迪拉爱，我怎么打那么多？伊迪拉伊拉兰一因那米达拉杜巴里丁。妈妈现在在哪里等公车呢？妈妈在路边等公车，好。可以吗？拉烂是那个呢？啊，伊主要爱吉伊那阿米达拉啊，你可能用手机打哈。没有，那个米达拉是字太小了，看 L，不到。对啊，我知道啊。在马大好。多有太巴里汀伊马蒂尼啊，妈妈现在正在哪里等公车呢？马达麦都好。伊迪拉伊拉烂哈，应该 LALAN 哈，伊拉烂，你可能按到那个日哈那个打伊迪太快了，拉字太小。伊拉烂吉伊那米达拉多巴里汀好，很好。以左爱好，我们能打过奴前面好，像智慧的句子，第一个开头要大写啊，我大写过第一个字母要写大写好，还有马勒对，可以啊，很好。伊迪拉伊拉兰吉伊纳米达拉都巴里令，巴里令结束的时候就要写一个点哈，句点，好，写得很好。下一句可以再补充一下中文哈。然后你那个闽南那麦学员与线上他们都会对照主语跟中文啊，闽南那麦给当爱都好。这个是上一句的吗？爱都好，继续写哦。现在是在一座爱好伊那米阿拉杜拉登达哈阿尼尼，这个就是现在完成式号。我们上次都有在讲达哈阿尼尼就是那努，就是加上过去的时间，再加上达哈现在的时间，好，就是就是动作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好，法利真努米达古拉阿拉这个字根好，法利真努米达古拉阿拉这个句子是我们做例子现在呢，你就要写你自己的句子。你第五句好，现在完成式这一句，你做爱后这个后就是海的意思哈，还在。你做爱后还在哪里？我们用红色字体来做，让就是红色字体标起来让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达哈安妮妮意思就是指到现在。你做爱后即伊那你阿拉杜拉登达哈安妮妮，你可以继续用你的，比如说你达拉可以继续沿用哦。我们也可以做参考别人的看一下其他的老师或者学员他们写的句子非常的通顺，而且我发现线上的常常上线的老师或学员都会进步，我也是进步因为我也是在学习，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慢慢的累积我们的单字或者是在说的部分。我们现在很少说主语嘛，再一个在记要给的一路嘛通常为了省时间我会讲中文。这个我们现在都要练习
Minanam kita都在教的帮扎好。现在完成是这一句哦，如果写完了，就请大家赶快上传，好，时间很宝贵，写几句哈，就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好，而且我们这个时间都是在线上的，是给大家哈做练习，希望在线上的好朋友多多的练习。如果你有不会的单字啊，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线上有好多很厉害的老师，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下你不会的词汇。你最好一因那米阿拉杜拉登达哈安尼尼。这个时候我们往前看一下字根哈，明显动词的字根厉害好，伊拉个能，或者是等叶，或者是阿叔好米阿叔，或者是米发扎、米吉吉、米阿西或者是米巴鲁、米萨拉玛、米扎六哈，都是我们的常用的字根哈，我们可以套用上去来写你的句子。在这了那么到，如果写完了，写短写长都没关系，好，是练习。特别是用手机的哈，有时候真的很难写。明明写对了，然后上传的时候，哎，怎么好像那个 L 明明按 L 就按到那个 I 去了哈。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修正。我们写的，我们可以随时修正。来好，学生，凌晨学生，阿拉多努马哥哥努米说。嗨，星星。Ituai ho Chifai ni Pasifana tu Suwano Amerika taha ini. I 高中后结了你Pasifana tu Suwano Amerika taha ini。直到现在阿姨还在哪里教英文？直到现在阿姨还在高中教英文。好，大好，李小南他写得很好，也念得非常顺啊。学生你本身就很会讲板扎的话哈。不是，我母语是国语。我听你讲主语也是很顺畅哈，我都有阿密斯的那种原味哈。能大好，你做爱好几发音你把西番那都是瓦努阿米利加哈阿尼尼。以高中好进啦，第一啦哈，以高中好第一啦你把西番那都是瓦努阿米利加达哈阿尼尼。直到现在，阿姨还在哪里教英文？直到现在，阿姨还在高中教英文。好，英文我们讲阿米利加，阿米利加，我们可以加努阿米利加在吉奥吗？或者是我看一下，你最后几发音米巴西番那都苏瓦有写苏瓦哈，苏瓦努阿米利加达哈尼尼写得非常正确哈，
谢谢季学胜呢，他写得很好。America 我们讲美国人，我们讲 America 好，或者是还有别的说法吗？America 安达古美国人好，对。如果是日本人，我们讲日本，America 就是美国人，或者是讲索尔努 America 就是指的是英文。好，谢谢哦，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你学剩的句子。就在第5句咯。你最后一因那阿米阿拉多拉登哈阿尼尼啊，我们看到学剩的，你最后几发音啊，它因那改成法译，阿米巴西范那多苏尔诺阿米利卡啊。好，请阿马阿拉多努马姑姑你首先，はい。你说的。伊做爱好之法基阿米阿叔的芒字达哈阿尼尼，叔叔直到现在还在哪里猎山枪？伊嘟咕嘟咕山后进了阿米阿叔的芒字达哈阿尼尼，他到现在还在山上猎山枪。好，谢谢苏贤。好，能大过你苏贤，你第3号，你最后几发给啊？你阿叔的芒字达哈阿尼尼。叔叔直到现在还在哪里练山枪？伊嘟咕嘟咕山后进了啊，你阿叔的芒字达哈阿尼尼。他到现在还在山上猎山枪，很好哈。法基就是叔叔或舅舅啊，米阿罗就是打猎啊，芒字儿就是我们的山枪，米阿罗都芒字儿好。他回答说：一嘟咕嘟咕山，嘟咕嘟咕山就是山上。今拉米阿罗都芒字儿，达哈阿尼尼。他到现在还在山上猎山枪，好，很好哦，书信写得越来越好。好，接下来，然后我们弟弟太好啊，能的好。我打错了，我刚刚不小心按到 Enter。来，等米娜娜麦后熟悉一下那个书写的方式。好，那我就还没有完成嘛，好，召开了靠，那我就先跳过你的，你给它修正完成再上传一次哦。好，谢谢。好，你 Alice 给说好。はい。いつ愛好之立新宮里魚南大hàから北韓いあざんと魚南の部送或进啦宮里魚南大hàから北韓李信直到中午还在哪里买早餐？直到中午，李信还在台东市的早餐店买早餐。哦，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写的很多，我们看一下。好，那能不能回答过你 Alice 好？你最好是李信米阿扎都萨格拉南达哈嘎拉后干，达哈嘎拉后干啊。李信直到中午还在哪里买早餐？一阿扎安，巴阿扎安，你少写一个巴阿扎安就是卖的地方。阿扎安都萨嘎拉南努布松或金拉啊，米阿扎都萨嘎拉南达哈嘎拉后干。我们看一下中文的意思。直到中午，李信还在台东市的早餐店买早餐。好，我想巴阿扎岸才可以哈，在卖早餐的地方就是前缀要加巴阿扎岸，就是卖早餐的地方。好，我修改一下哦。来都好，修正一下哦，写得非常好。达哈嘎拉后干，达哈嘎拉后干，达哈嘎拉后干，对哈，好，再修正一下，
打扎案好，他这边写已不送，还在以把扎案都 sakaranam no 不送，ho jingra你阿扎都 sakaranam 打哈嘎拉后干好，很好哦，写得很好，好，谢谢我们的 Alice。好，往下看一下，有智慧的，好，智慧的米说多。Ay, ito ay ho jimarang amitala tu irang nira taha anini. 嗯， Itira ho i 7-Eleven jingra amitala tu irang nira taha anini. 哎，很好，中文 Marang 直到现在还在哪里等他的朋友？他直到现在还在 7-Eleven 等他的朋友。哎，对，好，你老师，我请问一下，那哎，个打哈跟阿尼尼是要连起来吗？达哈达哈尼，阿尼米，哎，我看一下，分开的它是达哈阿前缀吗？尼米，达哈阿尼米就是这样子，你学对了，达哈阿尼米这样对，可是有的同学就连在一起呢，我不知道是吗？哪一个是。哎呀，真的哦，我没有发现吗？我看一下，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我看我看一下，同学都连起来。达哈加对了，达哈加阿尼尼，对，达哈阿尼尼要连起来，达哈阿尼尼，它对。算是前缀是不是？它这个是前缀，对，然后安妮妮是前缀，直到现在。好，好，这样我知道。所以你发现了哈，有时候我看，我有时候对，你有在注意，因为这一次想那个他的翻译，他写的有没有错？这样，好，谢谢你的提醒，好，我跟人家不一样就就很奇怪哈，对你自己发现，我没有发嗯，现，谢谢，好。好，我们看一下能力的咕噜咪说还好，好，一在后吉马让米达拉度，一让宁拉达哈安妮妮，一拉后一7-Eleven金拉米达拉度，一让宁拉达哈安妮妮，好，句子对哈，写得很好，只是我们要做修正，好，那么阿拉维斯古马拉拉维你就修正一下，谢谢。马让直到现在，你少一个在哈。马让直到现在还在哪里等他的朋友？他直到现在还在 7-Eleven 等他的朋友，很好，智慧写得很好哈，句子对哈，谢谢。好，Alice，你修正了的咪说好，第20分的咪说。i paacaan do sakaranam no pusong ho jingna miata do sakaranam daha karahukan。对，好，要加点缀哈。以把这案就是在卖早餐的，就是行是早餐店。对，好，谢谢，写得很好哦。来，那如果还在写的老师或师长，还有其他的学员呢，继续写哦。我们时间还够好，如果你手上还在写，你就慢慢写。那我们接下一句喽，伊拉诺多号，伊拉多第6句，过去完成式，妈妈已经在哪？妈妈已经在哪里拿了3天的菜？妈妈已经在哪里拿了3天的菜？i ai tu ci ina mi ala tu rateng dulu rumi ar. ai tu ci ina mi ala tu rateng dulu rumi ar. dulu rumi ar 3天。ai tu 已经在哪里了？ai tu 就是已经在哪里了？
吉因那妈妈阿米阿拉都拉登拿菜鲁鲁阿鲁米阿，妈妈已经在哪里拿了3天的菜？我们一样哦，我们把米阿拉要改成前面的字根也可以哈，前面要写一座爱都一座爱都吉因那如果你前面的字根是米达拉一座爱都吉因那米达拉后面就接你想写的句子好。这边例子是法邓你要改成其他的句子。那读鲁阿鲁米阿就是3天你可以改成里马阿鲁米阿好，后面的那个几天你可以自己想你要写3天还是2天可以做更改。做爱都吉因那米阿拉都拉登读鲁阿鲁米阿。我们进行到第6句喽。妈妈已经在哪里拿了3天的菜？妈妈已经在哪里拿了3天的菜？那么米达古呢？这一句哦。这句是过去完成式我们如果写时间点呢？读鲁阿鲁米阿我们直接写数字，加时间或者是里马阿鲁米阿，写数字加上时间就可以了。如果写很快的也可以往下看第7句也可以顺便做练习等一下到下一句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就完成了，因为我们要练习书写。大家要把握机会哦，你难都索阿努米达乌班扎好，只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线上做对话，还要写。在写的当中，你就会进步。我们这几周我们的主题都是时间的单位时态的描述，所以今天的句子就是问句，问地点。妈妈已经在哪里拿了3天的菜？你在都吉因那米阿拉杜拉登杜鲁阿鲁米阿。你可以按照你刚刚前面的句子往下写。
哦，好，阿拉的诺玛姑姑，你爱丽丝，你很快呢。好，哎，伊做爱都是老外啊，米留过多鲁啊礼拜，伊约了巴都是老外啊，米留过多鲁啊礼拜。老外已经在哪里旅行了3个礼拜？老外已经在欧洲旅行了3个礼拜。哦，好，我看一下，能不能大姑的名说好？伊做爱都是老外啊，米留过多鲁啊礼拜。老外已经在哪里旅行了3个礼拜？以Europa 是欧洲吗？Europa 是欧洲吼。以 Europa 就是老外啊，米留过多鲁啊礼拜。老外已经在欧洲旅行了3个礼拜。Europa 是日文吗 ，Alice？对，就是外来语。外来语哦。Europa 应该是介词哈，日文哈。对对对， Europa 是吗？是。谢谢啊。米留过就是旅游嘛，旅行，我们也是介词哈。米留过也是介词，旅游啊，游览。谢谢我们的 Alice 啊，写的很好。你做爱多吉老外哈，老外也是人名哈。我们那边比较没有人讲取这个名字老外哈。我到别的部落有很多人叫老外。优鲁巴就是欧洲，米留过就是旅行。好，谢谢 Alice 哈，写得很好。好，如果你写得很快，也可以参考下一句哦。未来完成式，反正你都很厉害了哈，可以继续准备下一句。好，线上的在这了哟，每一个句子大家都一起来练习。如果还没有上传的，你可以参考其他的句子，一句主语，一句中文哈。主要是我们要练习写主语哈。来，下一句哦，苏贤。嗨，itu jika kacau minanam tukaro sebab tatukian。kacau 已经在哪里学习了4个小时的舞蹈。I bicarakan tu jingla minanam tukaro sebab tatukian。他已经在学校学习了4个小时的舞蹈。哇，很好呢，写得非常好。能大过你书写很好，你书里单，一做爱读记kacau minanam tu guru sebab tatukian。kacau 已经在哪里学习了4个小时的舞蹈。I bicarakan tu jingla minanam tu guru sebab tatukian。他已经在学校学习了4个小时的舞蹈。好，来一起书写然后很照顾米苏里丹的米苏号进步的很多念的也是非常好。一株大蛋阿美会写一比滴滴蛋都有，这个是修固软的一株大蛋，比滴滴蛋一样都是学校。4我们是写184个小时18tatukian 5个小时就5tatukian以此类推。谢谢苏显。好，还有其他的。好，下一句有信燕，能咪说多。老师好。还好。Doa tu ci alang misalama tu yaki dulu tinggal taan.
이 코치에 또지 알랑 미사라마 또 야교都没有在安。阿浪已经在哪里玩棒球3年？阿浪已经在甲子园棒球3年了。好，非常感谢哈，能到过米苏里的你心愿哈，谢谢心愿。Itu itu ci arang misalama tu yakiu dulu mihajaan，他说阿让已经在哪里玩棒球3年，以古这是什么？甲子园口怎么念？院。古吉苑。我用日文讲你用日文好，你再念一次我听一下，现在听不清楚。口院。古吉苑哦，好，谢谢。然后就想说不认识这个古吉苑，就是甲子园的意思哈。古吉苑的吉阿让米萨拉玛的亚丢杜鲁米和扎安阿让已经在甲子园玩棒球3年了。好，谢谢庆燕。好，我上次好像有看到你庆燕，是你领奖是你吗？我有看到你，但我不好意思认，不好意思叫你。真的我看到你很棒哎，你考上高级是吗？你是你是模范爸爸，你最年轻的恭喜你哦！我也很意外啊，真的所以我们要勉励线上的好朋友要向我们的经验学习，好，很棒哦，给你掌声，好，继续努力哦。他是心燕是最年轻的一个模范父亲，他自己考上了，应该是高级的样子。我那时候也没有注意看到心燕，我在想，你说好是你吗？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恭喜我们的心燕你写的句子也非常好。野球就是棒球，打棒球是米野球打棒球加上米野球。好，谢谢心愿。好，还有其他的吗？老外都好。刚刚好，现在是8点整点哦。好吗？是奥多给大号想喝水了。那盘谈好给大家读10分钟哟，10分钟后再继续努力给大号。好，不要下线哦，我们先休息。盘谈好给大家读10分钟。米 FF 也是烤肉的意思。对，米 FF。如果是米 FF 不是你还有个满洲不是要烤干吗？是不是米 FF 也是米 FF 韩国啦？米 FF 就是熏烤。你们那边是写米 FF 加米 FF 也是对了。米 FF 也是烤肉的意思。好，谢谢学生提供的单字如果有中秋节，顺便可以教一下我们很想知道我们阿米斯有没有中秋节这个说法讲到了就可以写上来哟。好，我们第7句完成了如果还有在努力的，也可以继续努力哦。那我们就下一个句子了下一个问句接下来我们是问方法。妈妈如何拿菜Ma'anan ina alatu rateng现在是我们看一下第一句哦。妈妈每天如何拿菜这个问方法只有3句哦。好，妈妈每天如何拿菜Mr. 是 Ma'anan ina alatu rateng tu Rumi ami Ma'anan 就是如何。你ina 妈妈你阿拉拿拿菜多如每米每天，这个是问方法嘛呢？你ina米阿拉多少灯多如每米好，我们先进行到问句问方法时态就是现在是。
好，那那么努米达古你好，马安能意思就是如何，妈妈如何拿菜啊？妈妈每天如何拿菜？马安能你呢？阿米阿拉，datang to rumah ami ar。那那么努米达古你难好。如果线上还有学员还没有练习的，哎呀，请你赶快练习哦。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的很多学员他们传上来的，或者是说你可以写写笔记，因为我们都是学习的哈，我们要不断的把我们的语言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来复振我们的语言哦。我们就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哈。所以在这个线上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第一句哦，萨嘎兹在。Mana ni ina ami ala tu datang to rumah ami ar。妈妈每天如何拿菜？我们也可以把 rumah ami ar 也可以换成 to mihajajaan，或者是每个月 to fula-fulakan。我们可以换成周期性的时间哈，比如说每日 rumah ami ar，或者每小时 to datugi-tugian。好，我们把 rumah ami ar 我们换成每年、每月、每周或每日的写法，或每小时。这边的范例是每天，我们可以换成每个月，每个月是读呼啦呼啦饭，每年的话就是读米哈扎哈扎案，在这了哟。根据这一句来做练习。这个问方法只有3句，只有现在是完成，在未来是3句哦。我们先练习第一句，那能不能米达古萨嘎兹在后？如果你第一句写完了，我们也可以往下看哈，2句都可以，这3句都可以做练习。不过我们先练习第一句，这个是问方法的问句。我们前面问了很多，问地点啊，问很多句子，我们一起做练习，相信大家都已经会了。我们前面问人啊，问动作，还有问东西的问法、写法、说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问方法。大家讲一下哈。
那么大概都好，请上传到讯息栏里面哦。那还是本的秘书好，你来读马大概，我们要赶紧上传。好，下一句我看马拉多的马姑姑女学生，阿弟的秘书，Hai. 嗨。 Maana ni ofar atala kyukai to pilipalipayan. Pagkauto jingra atala kyukai to pilipalipayan. Ofar 每周日怎么去教会？他每周日骑机车去教会。好，alright. Maana ni ofar atala kyukai to pilipalipayan. ofar 每周日怎么去教会？Baka utufai jingra atala kyukai to pilipalipayan. 他每周日骑机车去教会啊。好，写得很好哦。哔哩吧哩吧样就是周日哈，每周日。机车就是巴嘎乌杜费骑机车就是巴嘎乌杜费。如果开车的话，巴嘎巴里fin巴嘎巴里fin。写得很好。教会就是教盖哈，教会就是教盖，达拉教盖是去教会。好，谢谢我们的学生哈。第一句哦，Mana ni ina ami ala tushatan dorumi ami ar 我们可以参考学生的句子。Mana ni ofar atala kyukai do pilipalipayan。他把每天换成每周日。Mana 如何？Mana就是如何的意思。好，其实这一句还蛮好写的，请线上的老师还有学员们把握机会哦。我们想听你说主语的说法。其实我们的阿美主语是蛮美的哈，很美的话哈，常常说，我也蛮喜欢小朋友讲主语哈，虽然不是很到位，但是很好听。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家里什么阿米桑娃娃一大号，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有机会大家都用主语说话，把我们的语言能够好好的传承下去。如果我们不趁现在说以后就很少人会讲主语咯，太可惜了。其实在家里学主语会比较快，如果要学得更好的话，就要回部落。部落的马多阿塞都很会讲主语哦，每天都讲板扎的话，而且讲的又很深奥，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你那股一粒心，尽量回去部落参加部落的丰年祭，在那里都可以有机会学板扎的话。甩责任哟，还有第一句有的还没有完成，线上的甩责任后，只有这个问方法只有3句，所以大家好好的发挥一下。至少1句大家都要做练习。你那个IY 还没有完成的也可以把它写完，最后你上传也可以哈，反正都是学习嘛。还是线上的也把3句都写完了，也可以哈，尽量写，尽量完成。
你可以这个时候呢，把这3句赶快写一写。第1句还有人写吗？额外都还是还没有传？你可以赶快上传哦。那我们就上传过的，我们也可以往下练习写先写在笔记本上，然后等一下呢，就慢慢的打字，就会很顺了。好，接下来你智慧Malagtogonomiso Iki Kisuhao 写完了。好困难啊，在手机上。用手机很困难。Maanen no miso aminanam to suarna pangsah to taraya-raya。Isalilan kaku aminanam。你每天晚上怎么学习绑扎的话？我在线上学习。还谢谢智慧。Hai, maanan no miso aminanam to suarna pangsah to taraya-raya。你每天晚上怎么学习绑扎的话？Isalilan kaku aminanam。我在线上学习你们线上是萨里兰有的是扎赖，我常习惯讲伊扎赖伊萨里兰也是对哦。线上就是伊萨里兰，或者是伊扎赖呀、伊扎赖都可以赖好智慧，你好棒棒每天晚上就是沙沙呀沙呀，写得很好，越写越进步谢谢。好，这一句还有苏贤的，苏贤。Maanan ni panay mifatsa tu likod tu lipa-lipayan。panay 每个礼拜如何洗衣服？米阿拉金拉tu likod tala i rumah ni ina mifatsa tu lipa-lipayan。他每个礼拜拿衣服去妈妈家洗。好，写得很好好，我们大姑你苏贤好。Maanan ni panay mifatsa tu likod tu lipa-lipayan。看一下跳得很快，我再往下拉一下。他说板奈每个礼拜如何洗衣服马呢就是如何的意思Mi ala cingra tu riko Ataira iluma ni ina mi faza tu lipa-lipayan。他每个礼拜拿衣服去妈妈家洗妈妈家里很方便好mi ala cingra tu riko ya Ataira iluma ni ina mi faza tu lipa-lipayan。lipa-lipayan就是每个礼拜好，谢谢苏贤他们的句子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参考哦。谢谢以上的学员，大家都好棒。好，我再往下一下哦，等我一下。好，爱丽丝那米斯多。Maanan ni kuras mijen tu titinu kulung tu pajem usangah tu jinsi ku tapijen nuna mijen tu titinu kulung tu pajem kuras 每天早上如何炒牛肉？每天早上他用锅子和煎洗炒牛肉。好，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听到米吉安，你是写米煎哦，你是讲米煎哦，其实米吉安，米吉安你写对了，只是你念的是米煎，米吉安对。我被我的母语影响了。对，好，那个好。Mana Nicholas mijian to titi nukulung to papa cepatem好。usangah atau 紧系有人我们那边的说法是顶系顶系，你有查过字典吗？紧系吗？
古应该是顶西，我等一下改一下。因为老师上次讲过，我记错了，我又被我的母语影响了。哦，顶西好，对，顶西好，哦。古sabijian jian no ningra no ningra mijian to titi no kulung to papa cepacem。好，我先看一下你的第2句哈。Urangah atu tinsiku urangah atu tinsiku sabijian ningra sabijian ningra 就好了，努ningra mijian tu titi努gulung tu papa cepacem。好，其实如果是我的写法是说urangah atu tinsiku sabijian ningra 就好了。mijian tu titi nu gulung。好，可以哈。乌拉斯每天早上如何炒牛肉？每天早上他用锅子，锅子就是糖啊，还有尖齿，就是炒菜的那个尖齿，就是顶细来炒牛肉。米吉样爱丽丝有时候有一个 CI 米吉样，那你上下你就是省略掉哈。如果你要写萨比吉样这个，如果我们在念的话，萨比吉样要写米吉样，要补上去哦。那个哦，好，谢谢爱丽丝哈。好，接下来我往下拉一下，还有没有哈？好，一印努米速度。很简单是哪一句？好。那你发给米阿拉多福丁多鲁米阿米阿，就如每天去拿鱼。对。巴里令只发给台兰阿米阿拉多福丁，就天天用车子去载鱼。好，对啊，现在就是简单的句子也很好啊，我看一下。Mana ni fagi mi ala tu uding tu rumi ami a 舅如何每天去拿鱼？Baga baliling ji fagi daerah ami ala tu uding 哈，舅天天用车子去载鱼，好，很好，学很好哦，继续努力哦。好，锅铲顶细，对，顶细。谢谢苏写闽南语介词，对，没有错。顶细，如果是有 NG 的话，有鼻音哦，顶细，顶细。有时候我们念的是顶细，就没有想到 NG 哈。如果是有 TINGSI 的话，我们那个 NG 是鼻音，顶细，这样是很标准的。米吉样，对，炒菜。炒煎啊，炒啊，我们都讲米吉安都 fitaol 煎蛋。我们炒菜呢，炒高丽菜，我们说米吉安都达曼纳都是用米吉安哈。好，谢谢苏贤贴心的帮我们查，我们不会的，写错的好，谢谢。好，你爱丽丝，你修正好了，再念一次。老师，那个坚持，我没有打 G 呢，我只有打 TIN 而已。这样哦，好，我不晓得哪个是对的。顶细啦，应该是 TINGSI 这个闽南语介词。这个是对，你就修正。好，可以啊。我改完再念好了。可以啊，你改完再念，很棒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念的时候，我也常念顶细，其实是顶细我们要自己在念的时候要念准一点，标准一点。顶细，顶细。锅子叫房啊。炒菜、煎菜都是米吉样。行西，你刚才说高丽菜要怎么讲？达曼纳，就是高丽菜。我们的芥菜很多菜都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芥蓝菜古浪。我们可以多学习菜的名称哦。我们上次有在
好像是哪一个单元哈都有讲哦，好像是礼拜一哈，也欢迎大家礼拜一都可以上线哈，我们都会讲那个系列的那种菜名啊，或者是海产，你慢慢改哈。修改2写完了吗？修改2哈，好，你很有经验的哈，修改1，修改2，阿弟阿西奔都。はい。はい。Mana ni kuras ni jian tu titi nu gulung tu papazen usanga atau tingsi ku sapijian，我的少打一个 y，sapijian 爱动，我们知道了。ni jian tu titi nu gulung tu papazen，这样。好，很好，写得很棒哈，我们再念一次。Mana Nicholas mijian tu titi nu gulung tu papazen urangah atau tingsi ku sapijian ningra mijian tu titi nu gulung tu papazen，很好哦。大家今天都满分哦，给你们一个按赞哈，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萨嘎多萨多号，妈妈直到现在还在如何拿菜，哈。Maanan ho ni ina mi ala turateng taha anini maanan ho 就是还在如何。你因那阿米阿拉杜沙登达哈阿尼尼妈妈直到现在还在如何拿菜再继续加油哦！我相信刚刚大家都已经把这2句都写完了哈。萨嘎杜萨都好，在第2句了。马能吼你因那米阿拉杜沙登达哈阿尼尼。马安能吼，这个吼就是还在的意思哈。马安能吼，还在如何？马安能就是如何嘛，吼就是还在妈妈直到现在还在如何拿菜你可以根据你前面的字根哈。就不用换字根，就继续往下写，因为我们是现在是马安能，接下来就是马安能吼加一个吼。对，高丽菜就是打麻那你还想知道什么菜也可以利用这个时候也可以问线上的哈，有很多人都知道菜名。高丽菜就是打麻那。大家都很喜欢吃打麻那，打麻那很多的煮法，也可以，打麻那光高丽菜可以挤嫩好撒果豪温煮汤，特别是冬天煮火锅的时候，会加一下打麻那，走人的米大都打麻那，好，每天都会打麻那的煮法都很多种变化。吉安嫩撒古豪温，或者是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它打麻那洗干净也可以包肉哈，这样才不会很腻。萨嘎多萨都有，马能吼你因那阿米阿拉多拉登，达哈阿尼尼。打昂多过欧拉安尼尼号，这个时候哇，台风要进入到我们台湾了哈，可是也不影响我们上线。如果外出的话要小心，雨是越晚越大。
出门要特别小心哦。马能后还在如何？Malakai itu把zakat的一扎来号上传哈，把 zakat 嘛，把 fur 也是哈，给它传上来。第二声啊，把念的一扎来号，那么minta mapulong kumidilihan no miso。来，我们尽快看一下马劳多努马古古尼啊，首先，Hai. Manengho numisu minanam tusua nu pancah taha anini. Minanam kaku tusua nu pancah itzalai taha anini。你直到现在还在如何学习阿美语？我直到现在还在线上学习阿美语。哎，反正都好。能大古尼首先，Manengho numisu minanam tusua nu pancah taha anini。Minanam kaku tusua nu pancah itzalai taha anini。好，你直到现在还在如何学习阿美语？我直到现在还在线上学习阿美语。哦，真的哈，的确哈，所以都好，我们一定一再来给他们那好，那个麻烦啦，学得很快，因为会很专注嘛，而且其他的学员写的我们又学到了，所以我们就更加的进步。所以在责任的都没打好，大家都进步了。好，学生，来，那么说。Manengho kuya mipausaay mipausato sa kalahok tahan ini. 正好ningra ko jidingsha mipausato sa kalahok tahan ini。那个送便当的直到现在还在如何送午饭，他直到现在还在骑着自行车送午饭。好，送午饭好。大家好，Manengho kuya mipausaay mipausato sa kalahok tahan ini。好，那个送便当的直到现在还在如何送午饭。好，米包萨就是送嘛哈。好。Dalizenho ningraku jidingsha mipausato sa kalahok taha anini。他直到现在还在骑着自行车送午饭。好，写得很好哦。对，我们很少讲这个米包萨哈，就是送饭，我们是讲米包萨。以前妈妈都叫我们包三号给阿公去送饭给阿公。好，谢谢我们的学生哈，写得非常好的句子。线上的可以参考，很多学员写的都非常的正确，而且都写得很长的句子，很不容易哈。若不是在线上或者是自己会哈，是很难写到的哈。一下子要写那么长的，如果平常没有练习写，就会卡住哈。如果继续的学习，相信大家都会以后写很长的句子啊，都会很顺畅。好，接下来哦，爱丽丝，能咪说的？はい。Manengho ni kuras midilis tu dikisi no panza taha anini utinauho sapatilis ninga midilis no panza taha anini。Kuras 直到现在如何写阿美族的历史？他直到现在用电脑写阿美族的历史。哦，很好，能到。
Maanan ho Nicolas Midilitu Ligisi no Bangsa ha Anini Ligisi 就是历史哈。Udinau ho Sapitilis Lingra Midilitu Midilitu no Bangsa 很好考。Udinau ho Sapitilis Udinau ho 古 Sapitilis 对少写一个符号。古 Sapitilis Lingra Midilitu Midilif no Bangsa daha Anini， 看一下，再认真的看一下哈。Udinau ho ko Sapitilis Ningla Midilif Udinau ho Sapitilis Ningla Midilif no Bangsa to no Bangsa号to no Bangsa daha Anini， 是少写智慧是不是少写一个度？是哈。Ligisi no Bangsa daha Anini 这样子。Udinau ko Sapit 少写古。是哦。是一印吗？你在念吗？你的声音好像智慧。好，少写一个古，对他刚才有发现。好，Udinau ho ko Sapit， 少写一个古哈。好，很多线上很多眼睛哈。不要用吼，用古。用古 Udinau ko Sapit，Udinau ho ko Sapit 也可以啊。他还在用电脑。他直到现在用那就不要写吼。Udinau ko Sapitilis Ningla Midilif to no Bangsa daha Anini， 这样可以哈。Udinau后面那个吼改成古，这样子。对。Udinau ho古。Udinau ho古。对，加个古。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Alice 很棒哈。修改了吗？Udinau ho ade asipan miso 이제 그만 Udinau ho Sapitilis Ningla Midilif， 我又没改到。Dono Bangsa daha Anini Midilif to Ligisi no Bangsa daha Anini 这样子。对，我是看到哪一句啊？你是写上一句修改的吗？Udinau ho你没有下一个，后面就没改到这样。对，那你再一次好了，反正你没关系了。我们要写正确的句子哈，也不急啦，没关系，因为刚刚7点的时候啊，大家还在吃饭，马拉比埃后号有稍微延迟了几分钟，所以我们也是方便给大家时间哈。我们也不久，我们没有在外面哈，我们是在伊扎拉伊吉达米娜娜。所以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好，修改删了吗？好的，请说。Udinau ho ko Sapitilis Ningla Midilif to Ligisi no Bangsa daha Anini。 正确，对了，好。马爱好。蒙爱多马丁尼好，马廖维多努米苏。好，正确的句子哦，谢谢。好，你来好好。第一句、第二句还有人在写吗？帮一下，我还在写呢，请去等我一下也可以哈。刚刚我说哟，现在外面下大雨，麻烦留守给大号。阿歪都或者是还在写，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哈，等个10秒钟哦。阿来都比较不那么好，妮妮，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上线，自己也学到很多的句子还有词汇。现在有很多的老师可以提供很多正确的句子，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布隆啊，还有米达米娜娜泡，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大家都在线上讲族语是很棒的事情哈。希望大家以后都载着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坐在旁边，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好，如果没有的话，时间也到9点5分了，没有了哈。3、2、1，好，那谢谢大家，阿来喊给大号，今天要照顾别人，那么咪大哟，麻烦留守，大家要小心哦，不要外出，好。
上阿英古勒马西哦，好，辛迪说阿来辛西，好，阿来辛西，阿来哟，阿来哟，阿拉哟，谢谢大家，好，上阿英古佛爹哟。